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nely. I know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but I've got my own giant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t's your faithfulness I stand on, Jesus. You heard your children then, you hear your children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nswered prayers back then, and you will ans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providing then, you are providing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moved in power then, God moved in po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a healer then, you are a heal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a savior then, you are a savio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Yeah.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Yeah.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We call on you. Oh, I'm calling. calling on the Holy Spirit.
fill me again.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s. 今日祝大家平安啊！请咱的正手边倒手边的兄弟来讲，耶稣听你，我嘛听你，互相请安，互相请安。好，咱透过手诗歌，咱来学了上帝，哈利路亚就是学了上帝吼。我手哈利路亚，来，同心来。手哈利路亚，主是我名。我手哈利路亚，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着耶稣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靠耶稣拢无惊。我手哈利路亚，主是我名。我手哈利路亚，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着耶稣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靠耶稣拢无惊。对头，搁一摆，大声的来。我手哈利路亚，主是我名。我手哈利路亚，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着耶稣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靠耶稣拢无惊。甲你的隔壁讲，我靠救主拢免惊。拢免惊，上帝有甲你三个同行无？阿门，哈利路亚！咱学了上帝，咱日常生活中间就是困求主，甲咱三个同行。我靠主，拢免惊。吼，来，咱做来读在圣经站来诗篇86篇第60来，求你上主啊，求你爱耳康听我的祷，阿罗听我困求的声。来，搁一遍来，上主啊。求你爱耳康听我的祷，阿罗听我困求的声。这是诗篇内面甲咱讲的吼，来困求上帝爱耳康听咱困求祈祷的声。线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就爱来感谢上帝，咱感谢上帝，甲咱来带领，嘛就爱认咱的罪，咱的主是万王万主的主，第一有公义，阁有仁爱，咱来到伊面前的时阵。来认咱的罪，因为咱有啥时咱的着答惊错，恳求上帝拢来赦免。咱做开声，向上帝来出声，来恳求感谢甲认罪。万国的救主，哈利路亚！愿正兄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学乐敬拜你，但愿你的圣神进入到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我完全拍开我的心门，互我独独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学乐上帝你的名。主，伫你万福，你创造万物，你有行公义，佮好人民。主，当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来要求你赦免阮的罪。主啊，有当时阮听心无够呀。阮失错，主啊，求你隆重一尽洗清阮的罪，互阮会通坦然无惊来到上帝你面前。主，求你接纳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恶乐甲认罪。
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到上帝面前，咱依然爱用着信心恳求上帝，医治咱每一个人的病痛，每一个人的重担，拢通得到透办。咱恳求上帝进入咱每一个人的心，成做咱心心灵全人的救主。不管咱的思想、咱的灵、咱的身体、咱的情感拢好，恳求上帝透放咱的烦恼。咱嘛恳求上帝听伫咱的中间，伤害咱的人，求上帝会听，有缘会通赦免咱。咱去伤害人的，咱也恳求上帝，咱通赦免对方，咱互相安尼伫上帝听内面，成做一体，互相伫这个大家庭，咱做伙来关怀，让咱做开声来祈祷。感谢你，感谢阮心灵，特别上帝，我要邀请你做阮心心灵的救主。主啊，我知你有定教嘅原灵，当你伫阮的心内的时，阮就要充满着望甲平安。你要重新赏赐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快乐。主啊，既然阮这阵兄弟姊妹，伊手看伫伊所病痛的所在，主啊，求你怜悯因的病痛，求你看顾因心内的烦恼甲忧愁。伫阮的中间，有兄弟姊妹死失，嘛有兄弟姊妹重病倒伫病床。不管大病小病，主你拢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欠缺甲需要。主你甲阮讲，既然用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要听，答阮将阮的一切烦恼、忧愁、重担，拢交托出，求你怜悯，求你赐福伫阮逐人的身躯，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咱嘛要为着本周日守望的来祈祷，咱为着本周有做这活动牧师同工的服侍咱献上咱的祈祷，咱有样的公道公道几啊项，咱做伙来看咱下晡要来举行今年度甲明年度的事工的研讨会，伫下晡要来举行，咱求主帮助咱在核心的同工有真好的意向来讨论这今年度下半年，佮明年度整个计划，拢会通平安顺利。咱嘛为着这个暑假，暑假前2礼拜，在下面台湾、甲儿童夏令营，佮在德福的关怀祭典，咱拢求主来看顾每一个成员，拢会通互因出入平安，佮通得到福音，在真美好的果效。第3点，咱为着青年的青二区，青二区来带到。区长是木仙小组长，有婕妤、陈汉、子金，佮有宜芳。咱为着因3点的代志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互因所有组员心心灵拢通健康，互因所做的功课学业拢有生活中伫真无用的中间，有缘会通有真好的时间来管理，佮有充分的休困。恳求上帝保守看顾每一位组员因的出入。拢赏赐云通平安，愿上帝时时看顾逐步拢来引带这青年人来指引佮云大家组员的脚步拢通得到平安。第3点，恳求上帝嘛赏赐这组员，因对属灵的事物会通克服伫属灵的内面通得到帮助，甲上帝有建立真好的关系，因的属灵的生命根基拢非常的坚定，无动摇好，咱做伙开声咱做开声，对第1、第2开始来。看来主我们为着下晡有今年甲明年度这个计划，主我们勇敢将这个事拢摆在你面前，帮助每一位核心同工，伫阮牧师带领下面拢有做真好的计划，甲看见，甲做意向。特别上帝伫这个暑期的中间，我若要特别为着儿童夏令营、下面台湾以及这个德福关怀祭典来带到，主求你看顾每一位成员，互因无论是出入各方面拢通得到平安
第三点，我也要为着青二区青年的牧区来祈祷，我要为着区长、木先、小组长杰仪、陈汉、子金、怡芳，主啊，我要为着这青年人来祈祷。虽讲因功课因非常的无用，总是阮恳求上帝带领甲每一个人三脚地地，互因伫面对这所有因的时间的管理各方面的管理啊，虽然真无用，总是依然有真好的休困甲看见。特别我要为着因属灵的性命来祈祷，主啊，帮助互伫属灵的顶面，拢有步步拢有上帝引带，我靠上帝，主你来赏赐因平安，互因啊有上帝你甲因三脚地地啊，主你来看顾，互每一个组员有缘因的属灵的性命啊，拢通得到稳固啊，会通确保上帝你甲你建立的关系，伫属灵的性命顶头根基拢非常的坚定，无动摇，为每时每刻拢会通来我靠主，主愿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最后，咱用主祷文，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爸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灵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死，就救阮脱离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高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伫你的殿里，阮笑念你的慈爱。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住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我们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0首，细汉囡仔学老天父，请起立吟全首。
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的圣名。你是全能的上帝，永远的君王。你创造阮人类甲万物，你掌管阮的性命。阮兄弟姊妹，即句自责伫遮，同心敬拜俄罗你的名，求主降临做王，掌管阮的心。阮知你救赎阮的性命，阁是听阮的主。你的慈爱从甲永远，你的信息直到万代。阮知阮的信仰有当时啊无小也无冷，有时会软弱，有失志，有犯错。阮常常照家己的想法去做，无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求主怜悯赦免阮的罪，互阮借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届来洗清阮的过错，互阮会通得到电头生的性命，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全心全意来倚靠主，伫上帝的听内底，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阮领受圣灵赐予阮的恩赐甲才能，我们将福音传到阮身边四周围的人，互每一个相信的人会当得到救赎的福音，来荣耀主你的名。最近世界有济的动乱，有战争，有地动，有大水，遮尔济的灾难，主啊，有当时啊，阮的心真惊的惊吓，有真济的不安。但是主求你除去阮心中的惊吓，互主的平安伫阮的心中。不管世界如何的变化，主你拢甲阮同在，赐予阮平安，赐予阮喜乐。今仔日第2场的礼拜，牧师要为着儿童牧区阿甲伯学生囡仔圣洁的祝福。阮知囡仔是阮的细囝，互细汉囡仔的智慧甲身躯做伙成长，因要来跟对耶稣。细汉囡仔要学罗天父，成做主所欢喜的囝儿。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就是启应文第8篇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有新的快乐。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爱互我安稳自在。伫我的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添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这时，咱请首长团来献诗。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歌是恩典甲感恩。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8章24节甲28节。有一个伫亚历山大出世的犹太人，叫做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伊有真好的口才，对圣经嘛精通。伊对主的道路有受过训练，热心宣讲，正确教示耶稣的事。不过只有在约翰的洗礼那点，伊伫会堂好打开始讲道，伯基拉甲亚基拉听到伊的讲道，就带伊去引导，搁较正确来伊解说上帝的道路。后来阿波罗决定要去阿盖亚以弗所的信徒，就来伊鼓励，写批互阿盖亚的门徒，请因来伊接待。伊到遐了后，遐对上帝恩惠来信主的人，受到真大的帮助。因为伫公开的辩论，伊用有力的话辩倒犹太人，根据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以上，即时请本堂陈伯志牧师来讲道，题目是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请咱同心来祈祷。主要听阮的提拔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当伫主你的早起时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也感谢上帝你的看顾甲带领。阮伫过去一礼拜，也是要过去一个月，要过去2025年的顶半年，阮知影上帝你一路咧带领，也咧引带阮大家。特别今年迦南教会庆祝释教的60周年，通过侪事工甲活动，做伙来分享上帝你对迦南教会的祝福甲见证，也愿上帝当通过阮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甲见证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甲福音。阮同齐伫最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来感谢即个守中团因伫遮的献诗，会当互咱教会有即套真好的守中，已经伫教会非常久的时间，总是会当提出来用来因跟上帝而乐上帝咱特别来感谢即个指挥王怡慧师母，是即个台北吴新教会的牧师娘，咱嘛拍拍来欢迎伊，也来感谢伊。昨伫咱对面有一个陶动漫，即个社长，是通利百货的对面，咱合作社的隔壁，即个国民党的即个较早迄个什么所，即嘛陶动漫，即个社长咧是基督徒，昨伊的社长甲执行长有来咱的教会，来参观。拄看到摆着遮的物件时阵，就放即个守中团队练的即个影片，互因听。迄个社长听一个，马上就流目屎安尼。伊2年真正洗礼总是伊也知影讲上帝带伊对台北来到即个桃园，通过即个陶动漫，就是要来做即个青少年的福音的事工所以真感谢主，上帝通过侪无共款的遮的带领，互咱会当将即个福音来传出去。到即个暑假，是真侪人出外旅行，的即个季节，甚至对咱真侪人来讲，咱的一生就是想要较早认真拍拼，较早退休，就当去环游世界。要去环游世界，简单还是无简单？无简单，因为爱安怎？爱有啥物？爱有钱，爱有酷酷。第二个呢？爱有健康，然后第三就是你出门的时阵，厝内底物件袂去用捡去，袂拍无去，爱有人顾厝袂讲出去以后转来就无厝通住呢。要出去环游世界，真正是对咱来讲是一个考验，总是嘛是，互咱当看见上帝所创造的即个大自然。根据即个雄狮旅行社，在做即个旅游产业休闲台湾的即个旅游，对较早是即个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此一游，打卡拍照。到即马呢，会当愈来愈有在地化，会当甲其他的产业来结合甲结连，甚至会当变成一个商圈，变成是一个文化共生的产业。这是台湾伫即个旅游，即个事业，旅游产业中间，一个真大的改变。
这是咱嘛看到伫咱的教会庆祝60周年，咱有办即个环岛的即个旅行，要出去环岛，要出去旅游，特别是伫即个6月到7月，即个热天的中间真正身体好甲毋好一看就知影，即个才去的头一天，就有人着沙，就有人吐嘛有人要昏去安尼，但是呢，看去讲这拢毋是长辈，拢是少年的，所以咱的长辈身体拢足好的，足勇的顶一团有91岁，这团嘛有80外岁，拢会伫遮热的天气。去到伫南部，去到伫花莲、台东，但是大家拢挡会调。但是更加要紧是咱去除了旅游，嘛看见讲上帝真正足疼台湾。160年前，差派马雅各牧师来到伫台湾打到高雄的所在，将即个福音就一直留到即马无断去。甚至咱知影400年前通过荷兰人，将即个加里文，即个加里文宣教也带到伫台南安平，到即个台湾的所在，互咱会当有看到是即个新港，着遮个平埔族，就已经拢有抄写的圣经，将即个福音定根伫台湾即个所在。所以咱真正看见上帝真疼咱台湾，嘛，互咱通过遮个旅行，看见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遮个群众，无共款的地区，一个小小的台湾，但是有遮侪上帝遮尔丰富的恩典啊！所以甲你隔壁兄弟甲伊讲，小小的台湾有上帝大大的恩典，小小的台湾有上帝大大的恩典。所以咱做一个住伫台湾，其实咱就爱。去无共款的所在来看见上帝遮尔疼咱，遮尔对台湾有遮侪的祝福。伫2礼拜前，咱通过使徒行传的头前来分享传福音，是一个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运动。请咱讲一解，传福音是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运动。真侪人将耶稣甲基督甲伊分开，但是因为信心降临以后，到呾通过教会，互咱知影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主，就是上帝囝，是受膏抹，是上帝所膏抹。但是咱看见保罗一开始是犹太人来传福音，但是当咱继续读使徒行传，看见保罗嘛甲遮无认捌上帝外邦人来传福音。犹太人伊就是敬拜上帝，外邦人就是无认捌上帝。但是今日要继续刷接来看保罗，伊安怎来这外邦人无认捌上帝人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呢？咱知影使徒行传保罗有几摆传道旅行，有3摆传道旅行。这3摆传道旅行，特别有6个所在，就是塞浦路斯、古比罗、比西底、安提阿，过来是腓立比，过来是雅典，过来是哥林多，过来是以弗所。3摆旅行伫这6个所在，保罗拢有真长一段时间的停留，甚至路加的记载嘛，伫这6个所在，地中海，即个靠即个东边的所在。将这个福音就定根，伫这个地中海的所在，一直到呾，真侪来影响，毋是只有遮个欧洲，嘛影响到伫全世界。通过这6个所在，咱嘛看见保罗伊来传福音，伊所用的方式，安怎来向遮无认捌上帝的人，会当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囝。咱通过这6个所在，短来分享。头一个保罗来到这个塞浦路斯，伊来向一个省长，这个省长是一个通达的人，就是有知识的人。总是伊的身躯边缀一个人叫做巴耶稣，伫圣经内底巴什么，就是什么人的囝，所以牧师的囝就叫做巴牧师，安尼对无？毋通甲真正甲牧师巴落去啊！巴拿巴，这个巴多罗买，就是拿巴的囝，就是多罗买的囝。总是这个名好了真好啊！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恩的囝。但是呢，这个巴耶稣却互这个保罗看出伊是魔鬼的囝。伊表面上有一个真好的名是救恩的囝，耶稣的囝。总是呢，伊所咧传的拢是做魔鬼的工作，互这个省长，这个试求保罗无法度来认捌上帝。虽然看到保罗伊传福音，就是来将这个上帝的工甲魔鬼的工甲伊分出来，互咱当看见上帝无受到魔鬼的困住。第二个，伊去到伫这个比西底安提阿，
伫即个比西底安提阿，伊开始来接触遮个亚细亚遮个外邦人，伊向遮个外邦人来传福音，就是用犹太人来做见证，讲犹太人来领受即个道理，叫做救世的道理。即个道理是赦罪的道理，是毋是只有救犹太人，是要救全世界的人。所以保罗伫比西底安提阿，来向人来介绍这位耶稣，伊就是上帝所差来，而且这个道理毋是只有互犹太人，要互万邦，所以才会传福音的人，成做万邦的根。第三个所在去到伫即个菲律宾，已经来到伫即个欧洲，是即个罗马军队伫遐扎营，一个真要紧的所在。所以去到伫即个菲律宾，保罗伫迄个所在来引带伫水边、河边伫祈祷的妇人人来信主，甚至去用乖家的时阵，伫半暝保罗甲西勒伫遐来祈祷、吟诗学乐，甚至地大震动，遮个犯人统拢走出去。但是即个管遮个犯人的即个狱卒就变做狱卒，伫即个狱卒中间，伊就举刀要自杀。所以总是呢，保罗甲伊主动毋通自杀。然后即个狱卒、狱警，就来问即两位先生，我就爱做啥物才会当得到救？对即个管理遮个犯人的人，伊所烦恼是伊的头壳，因为遮个犯人拢走去啊。咱若看头前的彼得，即个使徒行传12章，管彼得的遮个16个遮个士兵，因为彼得去用天使救出去，所有遮个16个管彼得的拢去拖出去抬斩头。所以，即个狱卒管犯人的狱警，伊呢，就讲害啊，即个犯人拢走去啊，伊嘛爱去用人抬啊。但是呢，伫即个所在，即个保罗甲西勒，甲即个狱警讲，就爱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就爱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甲咱隔壁兄弟讲，就爱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如果你的一个同事来甲伊讲，系啊，我明仔即个头路要去头家 fire， 要去洗头路啊，过来要吊顶，你要甲伊讲啥物？若是有人甲即个亲人朋友甲伊讲，系啊，医生讲我得着癌啊，我破病啊，我即摆毋知气死老命要安怎样？若是有人甲你讲，系啊，我投资失败，买股票，即摆新台北安尼一直落，我才会投资，才会做这个外贸，拢爱了钱啊，要安怎？你安怎甲因呢？即个管犯人的狱警，来问保罗甲西勒。但是保罗煞甲伊讲，着爱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阿门。不管咱的人生拄着什么款的大风甲大阴，即句话永远是咱上好的馈纳。人不管用什么款的烦恼，要什么爱祈祷的代志，但是咱会当来学习保罗甲西勒，抓条主耶稣，你会当得到救。你的全家嘛会当得到救，因为伊咧烦恼，即个管犯人的，伊若去用台，伊的某、伊的囝，伊厝内底的人要安怎？总是因伫迄天来信耶稣，伫迄天半暝就伫厝内底全家拢受洗礼，甚至路加佫讲，全家受洗礼了后，全家人拢真欢喜。本来几点钟前，非常烦恼，哇！即下害啊，爸爸要去用拖出去，去用。砍头了，然后即下即个家庭毋知要安怎生，但是因为信主耶稣受洗了后，全家拢非常的欢喜。咱若继续看后壁的圣经，嘛看见保罗甲即个西勒的智慧，或者个管犯人的因无去用来救责。第4站，保罗离开菲律宾，去到一个要紧的所在，嘛是希腊人真要紧的即个哲学大本营。对古早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尾啊保罗迄个时代，伊比鸠鲁甲斯多亚，伫迄个时代，遮是一个充满哲学、充满智慧高人的所在。但是保罗来到遮，伊甲遮个有智慧人来介绍耶稣是基督，讲即个耶稣就是上帝互伊对死过活，而且即个耶稣要对天过来，要来审判普天的，要来审判普天的。所以保罗伫雅典即个所在传福音，
伊向遮个人足够拜，足够找遮个神明，但是来介绍即个神明是卫士之神。恁所还未明白的上帝，但是只要明白即个上帝，就知影即个上帝已经差遣伊的囝。所以恁所爱做，就是爱一个 repent， 爱悔改，爱有 U-turn， 爱知影安怎转到上帝面头前。因拜甲足虔诚的，但是即摆佫欠一项，就是来拜上帝囝。所以伫雅典即个所在，亚略巴古的山上，嘛有一个议员，就因为安尼来信主，就来军队耶稣。第5站去到伫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外海城市，总是甲其他比较起来，哥林多今日早起咱咧讲道就咧介绍，即个哥林多是一个罪恶，是一个淫乱，甚至是伫宗教、生活、政治上非常的不如，但是嘛是非常的混乱的所在。本来保罗伫遮传福音，伊有一个念头想要放弃，甚至感觉非常的惊吓。因为这个所在住20万人，但是这个所在奴隶就50万人。伫这个所在，大家呢，拢有真侪奴隶会当来找因。但是伫这个所在，保罗伊感觉福音传袂出去。但是伊伫哥林多，保罗讲伊要去外邦传福音的时阵，迄天上帝就伫暗中伫异象中对保罗来讲，毋免惊，毋通惊，只有讲毋通点点。毋免惊，只有讲毋通点点。咱做讲一解，毋免惊，只有讲毋通点点。当咱要去甲即个大庙，要甲人传福音时阵，会惊袂？会。上帝甲咱讲毋免惊。只有讲你要去向遮个亚香祭拜人，要甲伊传福音，你毋知要安怎讲。但是上帝讲，只要讲就好，毋通点点。检查咱的身躯比四周围楼顶甲楼骹隔壁甲厝边有真侪拢是耶香的拜拜，但是咱会记得上帝和保罗伊的鼓励，就是毋免惊，只要讲毋通点点，尾啊代志交互上帝。所以当保罗感觉要离开这个哥林多的所在，但是上帝互伊即句话，互伊就继续留伫这个所在。伫迄个所在留1年半18个月，迄个所在，互哥林多遮个外邦即个罪恶的城市，甚至伫迄个所在有教会。到尾啊，咱当看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对哥林多前后书，讲到婚姻，讲到教会的服侍，讲到教会的奉献，讲到即个教会，即个侍奉者，教会即个温数，拢伫哥林多前后书，互咱看见。因为保罗无离开迄个所在，上帝就继续来祝福伫迄个所在。经过这5站，然后塞浦路斯、比西底、安提阿、菲律宾、雅典、哥林多，最后一个要紧的所在就是以弗所。以弗所是保罗3摆传道带上过的所在，伫遐至少2年3个月。本来第2摆伫哥林多已经停留1年半，但是第3摆到以弗所，将近要3年的时间，2年半的时间。伫以弗所，保罗向真侪伫以弗所、亚细亚遮个外邦人来传福音，甚至路加做见证。伊安尼2年3个月，互所有住伫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希腊人，拢听到主的道理。保罗伊遐向希腊人来传福音，互因拢会当来听到主的道理。所以咱看起保罗这3摆报道旅行，用真侪时间。真侪精神，真侪溃烂，伊头一摆就用石头钉甲拢无命，拢倒伫遐，拢甲伊拖出去城外口。总是遮个使徒来到伊身边，祈祷伊佫徛起来，佫转去，佫继续来传福音。真侪遮个新约甲技术，但是咱看起保罗，伊毋是用新约甲技术传福音，是互人拢会当来听见主的道理。即摆旅行佫去环岛，去到伫即个布农部落，第一提出嘛住伫迄个所在。即摆第2道特别佫邀请即个布农部落的白牧师伊来甲大家分享，来听到因伫迄个所在30年的即个见证。30年前，即个所在是伊白牧师因爸爸的祖先的地但是因为伊来军队耶稣，伊是即个小儿麻痹，叫人看轻。
考调即个师大吼，比如说来要做老师，伊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老师，会当等到家己的故乡来帮助这原住民的囡仔，会当有前途，会当有才调。但是伊考调师大，吼师大因为伊是小儿麻痹，佮因为伊是原住民，煞无甲伊收，伊就去读即个基督学院，关渡的基督书院。然后伫迄个关渡的基督书院，吼，伊就来转来做传道，吼，然后来帮助这个部落。听到这个故事，互咱非常的感动。也是伫即个诺亚，吼，看见即个诺亚教会，吼，小小的教会，少少的人，但是因招待，吼，大家食这个水果啊，食即个旺来啊，食柑仔蜜啊，吼，互大家会当感受到即个诺亚的滋味，吼，甚至因一个技术，就伫即个鹿野高台，吼，即个开茶行，就是逐年吼上热台东上热门，坐即个热气球的即个所在，吼，就是因为当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做见证，甚至嘛去到伫即个花莲嘉南教会。好，这也是顶一届大家去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所在。伊虽然顶一道，吼，大家无伫即个内底，吼，来看到礼拜堂的内底，但是即个教会真正是一目了然。安尼对外口就看到教会的内面，但是即届教会长老拢出来，吼，甚至来介绍，搁做因的名，吼，搁加bé互大家来试食甲试啉咯。大家非常的感动，吼，然后因讲因的教会目标就是当伫即个所在留落来，会当向这原住民带领这个细囝，会当继续伫即个祖先所留的所在底下来敬拜上帝。但是呢，吼，因伫遐讲，吼，因有一个奉献的目标，吼，就是要来起一个便所，吼，因为即个便所拢是就铁搭起来，吼，非常的简陋，吼，因要来要来一个奉献，为即个起便所来奉献。但是呢，即道去的时阵，吼，大家吼要离开的时阵，哇，大家就一直摕即个奉献，吼，互即个长老，吼，讲要来帮助，吼，嘉南教会来起便所。好，尾后即个长老敲电话来讲，吼，感谢咱嘉南教会为嘉南教会奉献，因要奉献的10几万的钱哦，即届去参观，吼，所有拢缴啊，吼，伊会当起便所啊，吼，所以第三梯次要去的人，吼，你一定要用新的便所啊，一定要用新的便所啊。好，咱看起讲，吼，上帝恩典，互咱伫传福音，吼，是一个证明耶稣就是咱的救主。不管咱拄着啥物款的困难，需要拄着啥物款的这欠缺，但是耶稣基督同过伊所调的这兄弟姊妹，不管是文道是术道是信道，但是咱当伫做内面互相来帮助，会当来引带咱的脚步。虽然即个环岛即个旅行是咱来对咱嘉南教会来讲，是要庆祝60周年，嘛是要牧师要带咱的兄弟去来看外口无共款的教会，来听上帝无共款的信仰，伫受访，伫太麻里，伫高雄基澳，每一个所在遮的故事，台南新学院等等遮的，若看见遮的信仰的前辈因前辈的脚印。当然嘛有吃喝玩乐，好，等来当食好到相报，有即个美好的见证，好，所以即马第3团已经满，好，但是咱若想要搁参加，好，你原来会当备取，好，因为有一寡人，好，有可能会退出，好，所以咱嘛会当备取，甚至讲明年度咱嘛会当继续来举办。但是我在想的是讲，对这当地教会，咱会当带互因啥物款的帮助？结果即2届去，感觉讲，这当地教会有提升伊的信心。应该阮是一个草地所在、偏乡的所在的教会，但是恁既然愿意对桃园坐火车、坐游览车来甲阮看，听阮的故事，应该甲因的信心增加。因嘛当来分享因的欠缺甲需要，甚至因嘛得到有遮的兄弟为因来祈祷，得到遮的支持。因嘛当愈来介绍出因的特色，所以即届第2摆去听到这每一个教会长老也好、牧师也好，因在介绍时，愈会当愈听出每一个教会无共款的特色。咱嘛会当通过安尼大家奉献的甲支持，嘛会当继续来联系、保持即个互动，嘛互咱在亲像在看到许多形段保罗的批信共款。伫咱一个小小的台湾，但是这个教会会当互相的联络、互相的联系。咱嘛看到伫许多形段，这犹太人的教会，就是这个通关密语，就是爱讲到阿东夏娃，就是爱讲阿伯拉罕，爱讲埃及，爱讲摩西，爱讲大卫，爱讲先知，这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
但是咱看到彼得向这外邦人来传福音，讲阿东是啥，伊嘛毋知；阿伯拉罕伊嘛毋捌，讲代笔伊嘛无了解。但是保罗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伊所换一个方式，人对倒位来，上帝甲人立什么款的约，然后人安怎来得到救？上帝的路生做什么款？上帝伊的性情、个性是什么？甲上帝伊的旨意是安怎？将来要过来审判这个世界。保罗同款，伊虽然无提起这个人，但是伊通过这个所讲的主题，向这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到今仔日，咱伫桃园，咱伫嘉南，咱伫无同款的所在，咱伫为主耶稣来做见证。见证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咱犹原就是爱来宣扬，就是亲像伫保罗伫塞浦路斯分别善与恶，伫比西底安息亚来讲，万人都要因为主来得到救。伫即个腓立比，来甲人提醒，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伫雅典，就是爱知影上帝要照着基督来审判世人。伫哥林多，就是讲毋免惊，只要讲毋通点点。然后伫以弗所，就是互所有住伫即个所在人，拢会当来听到主的道理。咱做今日，到伫桃园嘉南教的会友，咱嘛做文道，也做使徒，就是要安怎互桃园市、互桃园这人，拢会当来听到主的道理。保罗用伊3摆的旅行，留落来遮信用的脚印，总是伊嘛留落来传福音的3宝。人讲传福音有3宝，你知影是哪3宝吗？伫遮最后来甲大家来分享传福音的3个宝，不是大宝、中宝甲小宝。传福音的3宝，头一个宝就是长老，是个头一个宝就是长老。咱看到伫《使徒行传》的14章，即个14章的内底，保罗伊为一个变衰人祈祷，迄个人变衰人就起来行，但是所引起全城的人拢要来拜即个保罗甲巴拿巴，要拍伫伊的面前来甲伊拜。伊无要拜上帝，要来拜人。但是保罗煞阻挡伊毋通拜人，然后保罗搁伫亚细亚即个所在，来伫逐教会每一个教会来设立遮个长老，或者个长老通过基督甲见证，会当将所有遮信主的会友甲羊群，会当继续得到主的牧养甲主的保守。所以保罗会当来传福音，互即个教会当久久长长。伊毋是靠遮个新约，是靠遮个长老。咱的嘉南教会，到去年选出来新的长老，已经有57个长老。咱也摕即本来算咱的嘉南教会60年，拢总已经伫遮设立57个长老。所以平均一年会当增加一个长老，增加一个长老。这长老有要紧无？真要紧，真重要。若是咱的教会若无遮个长老，遮个羊仔敢靠牧师有法度无？牧师是来来去去，长老才会当永远伫即个所在，甲咱的会友来斗阵。所以传福音真要紧的，就是会当毋是叫人来信耶稣，叫人读神学院。传福音嘛是爱帮助人，互咱遮的会友会当起来，诚做执事，诚做小组长，诚做长老，诚做区长，会当真正来牧养遮的羊群。所以教会传福音头一个宝是啥物宝？就是咱的长老。第二个传福音的宝，就是开会，开会。真侪教会拢认为讲，咱只要祈祷就好，无需要开会。开会了时间，开会落长，开会讲袂了。但是咱看伫《使徒行传》的15章，为着即个爱受割礼，无爱受割礼，因是用辩论到伫开会到一个议案，即个决议，然后将即个决议送到逐个教会去。每一个教会受到即个决议的时阵，大家的心拢得到平安，甚至非常的安慰，佮非常的欢喜。一个有信心同在的开会，卖当来过即个传福音的轨迹，会当互遮个福音会当做遮个要紧的决定，卖当互即个福音会当大家互相的分享，知影咱头前的方向。所以今日下晡，就是要来邀请所有教会遮个核心的同工，大家会当做伙通过开会议来检讨，卖当来看到头前的路，知影上帝要安怎继续来引带甲带领。
若无，咱都靠啊，牧师啊，你安怎讲，阮就安怎对。即个小会安怎开会，大家就安怎对。敢靠一个人是无够瘾。保罗伊嘛是通过得到即个开会的机决，然后才知影即个传福音的目标甲即个方向。所以传福音的第二个宝，头一个宝是长老，第二个宝是啥物？开会。最后第三个宝是啥物呢？第三个宝就是爱团队，爱团队啊！咱看见保罗甲巴拿巴本来是一个真好的团队，头一届出去旅行，但是第二摆要出去的时阵，两个人就冤家，为着巴拿巴的表弟约翰马可就分道扬镳。但是即届的分裂造成教会内面的危害，但是嘛看见因为即个分裂，互提摩太有机会加入保罗的团队。因为这个分裂，因为这个分开，所以两边拢需要人，两边拢需要人，就安怎？就要认真来找人，另外认真来栽培人。等这人栽培起来了后，就当做伙来组织团队。所以提摩太是保罗真要紧的同工，但是巴拿巴甲保罗两个人若无分开，兼且阁无提摩太伊的位，阁无提摩太伊的机会。但是因为教会的意向目标无同款，分开嘛是正常的代志。只要是继续来传福音、做主的工，这嘛是会当来应跟上帝。咱伫嘉南教会，伫旧年教会嘛有一群人分开，一群人去青埔啊，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兼且咱无法度知影彼此的消息，也是无法度继续伫即个内面来联络、来团结。但是只要拢是为着主，咱会当来继续来引带人，继续来增加人。看见宏恩教会嘛是安尼，咱拄开始30年前去开拓宏恩教会，33年前、31年前去开拓宏恩教会。宏恩伫中正路尾，迄阵拢无大楼，甚至连厝嘛无，拢是草仔，拢是草仔。但是呢，即马宏恩教会，因的奉献比咱嘉南教会搁较侪。做礼拜人数，甲咱嘉南教会嘛差不多，拢400几人在做礼拜。30年前无人想象会到，即届咱去到伫即个美伦教会，吴普文牧师就是30年前派去宏恩的团队，伊嘛是在回想伫即个宏恩的安尼开始的过程，无人想象会到。兼且有一寡同工对咱嘉南教会车派出去。也是咱13年前去开拓嘉庚教会，嘛有25个同工对咱中间车派出去，但是无人想象会到，迄个所在当继续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传福音嘛。所以传福音有3个宝，多3个宝，长老、团队，长老开会甲团队。毋通甲伊当作是粗俗，毋通甲伊当作是无影食的代志，爱好好珍惜每一个长老，这拢是教会所结出来遮个果子，会当伫教会来顾着遮个羊仔，嘛爱好好来参与每一摆开会，毋通甲当作我听着足侪摆、足侪人、足侪教会讲开会无意思，开会毋通开遐久，开会就是紧开紧结束。其实开会就是爱大家充分的讨论，伫开会中间是一个当来领受上帝心意，通过大家做伙斗阵，会当知影上帝带领，然后咱嘛爱来找团队，毋通单打甲独斗。保罗无一个人会熬，伊若是一个人，伊早就翘起来就拗死。保罗会当一直行到今日，是因为伊有一定的团队。咱看马该也好，咱看巴克勒也好，马雅各也好，伊拢有一定的遮个团队。带着遮个团队，安尼即条路才当行，会当行了久长哦。所以旅行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怎样走得远？你要走得快，还是要走得远？你要活较紧的，还是要活较久的？你若是一个人孤单一个人，走得快人生一下就结束。但是你若当有团队，你若有团队，有上帝产业，一定人会当行了久长，会当行了远啊。即礼拜无小组，但是咱通过这3项来做伙来祈祷。头一项就是咱的身躯比承受一寡你认为无可能信耶稣的人，毋通甲当作无可能。
当咱读使徒行传时，则无可能信耶稣，连一个雅典亚略巴古山上这议员，竟然保罗伫安尼一篇的讲道介绍了后，就人来信耶稣，就人来信耶稣，只要出去传。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好，盖利给表讲，只要传福音，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只要传福音，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第二个，咱嘛感觉一寡所在，这个耶稣已经足讨厌，无可能要去迄个所在，无可能将福音带到迄个所在。好，甚至咱咧环岛瑞穗，好瑞穗花莲瑞穗乡，迄个山顶五鹤，迄个台地，这个巷仔内，好，这个山坪内底，竟然还有一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佫叫做迦南教会。吼，真正你到迄个所在，会感觉哇，上帝竟然找人会当到这个偏僻的所在来传福音，真正互咱感觉上帝奇妙。有时阵，咱嘛感觉讲，伫这个大庙，你有可能去大庙内底来传福音无？去妈祖庙内底来传福音。讲这拢是偶像的所在，是拜拜所在。但是保罗去到伫即个雅典，就亲像去即个大庙共款。伊伫即个雅典，甲遮人咧辩论，甲遮人咧介绍耶稣，就亲像是伫即个大庙，咧叫人来叫人来带人来信耶稣共款。只要有信心的筹码，每一个无可能的所在，无可能信耶稣的人，嘛有可能来信耶稣。最后也求上帝带领咱。互咱的人生的旅程的中间，不管去到倒位，拢是旅行。伫即个旅行的中间，互咱当用咱的性命，用主，互咱的文字，用信息，互咱的气量，会当来甲人来证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囝，就是救世主，就是将来要对天过来，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的这位主耶稣。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使徒行传保罗甲伊的同工的脚迹，今日阮通过6个城市，看见保罗安怎伊向这外邦人来传福音，来见证耶稣就是主基督，就是上帝囝，是救世主。主啊，求你伫2025年，伫即个世代，互阮踮伫桃园徛起的即个所在，无论阮是伫中正路尾，也是阮是伫大庙边，也是阮是伫中路的所在，也是伫青埔的所在，伫孤山无共款的所在，阮拢会当来为主做见证，为主来传福音，求信心帮助阮，求信心的智慧甲阮支持，互阮安怎知影安怎样来分享主耶稣的好消息。会当将主你的福音继续来讲看。主啊，阮也为着全台湾来祈祷。台湾是上帝所赐福的所在，总是伫台湾也有真侪教会伫偏乡，伫非常的软弱，资源非常的欠缺。总是求你通过阮伫教会的服侍，伫教会的参与，伫教会的奉献，咱当将这个奉献带到更较远、更较有需要的所在，真正来做伫上帝至美善的兄弟的身上。阮的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69首，恳求圣神降临，请起立唱全首。我
济。即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要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学了你，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用你的慈爱、甲温柔、甲怜悯，时时刻刻看顾阮每一个人。求主你赏赐阮有感恩的心，假使阮有，阮会当学习谦卑，坚持阮的信仰。每一天用阮勇壮的心灵来迎接新的挑战，也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赏赐阮智慧甲力量。即马暑假要开始，求你。互阮每一个人出入会当平安，出去得到福气，入来嘛会得到福气。今仔日阮将阮的时间、金钱、才能摆伫你的面前，愿主你干纳，也求主你使用阮，成做你恩典的器皿。阮爱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时，咱请顺建长老来报告。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来宾介绍吼，我先来介绍迄个永春兄的太太吼，朱慧杰甲伊的两个查某囝嘉媛、嘉丽，佮嘉媛的先生啦吼，俊良弟兄吼，来咱请伊站起来吼，咱先拍鼓欢迎。好，请坐，请坐吼。永春兄伊伫24吼，蒙主恩调吼，明仔载要到别礼拜吼。伊个大查某囝吼，佮伊个后迄个囝婿吼，因拢伫美国读册，伫遐工作，伫遐定居吼，美国飞来飞去吼，所以可能后礼拜伊无到伫咱的中间，所以今日因来做礼拜吼，顺便甲咱感谢吼，佮迄个朱慧姐吼，佮伊个查某囝嘉丽第二查某囝吼，咱嘛为因来祈祷吼，咱先做即个介绍吼，好来咱来。做几项的报告吼，咱看本会消息第一点，下晡拄牧师有讲1点吼，咱有核心的同工研讨会吼，咱检讨今年度甲规划明年度的时间计划，所以请这个中级区长、组长、校长、队长、协会理监事、总干事全职的同工这就是咱教会这个核心团。同工的团队吼，这非常重要，请咱一定要出席吼。6月30到7月初5星期甲星期六，这个中间呢，咱
下面台湾因是对美国有60位的同工因要伫咱的本会来举行因即个共款一个团队同工的就合训练所以咱为因来祈祷即个礼拜当做东州的关怀的据点，咱照常来举行照常来举行6月29到下礼拜，今仔日爱参加后礼拜小组暂停，歹势讲毋对6月29到后礼拜小组暑期暂停2礼拜本会第4项的消息就是咱设甲60周年的奉献，咱的目标是200万嘛咱伫49号1楼入来迄个入口迄个壁的顶头有一个海报咱会通伫顶头迄个架的顶面来认献来签名每一个表示认献5000块进前若是已经有奉献的，咱嘛会通伫遐来签名咱的奉献的是请咱来注明迄是为着60周年来奉献的咱看即个顶头就是个相片咱听好详细去看，即个相片就是对咱设教开始到咱今年度即个环岛旅游的即个真重要的纪念相片拢伫咧面顶左下角即个就是咱的架会当伫遐来签台湾领袖高峰会桃园嘉南的开放场，即个日期是8月7到8月16拢是咧拜六9点到5点，这是规工的接待会友全勤的奖金补助偌侪钱？500块毋是5000块500块来7月13进前爱报名届满为止目前咱阁有31个名额这个费用是1700块这个部分咱要请迄个丁长老丁长老来做补充报告我来交补充报告这个领袖高峰会咱第一届伫咧咱教会来举办就互咱免去台北市其他的城市来参加，而且金额阁足低且大家踊跃来参加。这个是其中一堂课的讲师伊是 David Ashcraft 这个人伊是全球分支机构的执行董事作家甲牧师伊牧师其实伫咧宾州，伫咧马拉海姆即个教会，伊咧无有伊为一周平均150个人，到平均一周22000人以上的教会，所以伊伫咧无有伫咧做领袖，即个方面真强。这堂课伊讲到第5一个领袖的时阵，阮可能会想讲，阮是毋是即种领袖？但是伊要甲你讲，领袖。你用华语好了，我用华语来讲他说：“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第5级的领袖。”除非你离开所领导的机构，并且他在离开的时候会变得更好。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没有想到说，原来一个好的领袖，他在包含在你离开之后都算在内。那所以说，在这边，他就会在课堂中讲说你们会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你们该要怎么去做？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在这边。所以说你是追逐一个一般的成功，还是说你能够把你的影响力永久的留存在那边，然后并且去启发他人、造就他人？在这一堂课里面就会讲出来。所以这是其中一堂课里面。那这堂课总共把这个领袖高峰会总共有13堂课，13个各行各业的精英，他在这边分享他的经验，在这边跟大家讲。所以说这个课非常的值得现在刚刚讲还有只剩31名，额满为止，希望大家尽快的报名，谢谢。
好，感谢这个领袖高峰会啊，真正是非常的棒啦！吼，我10年前的连续参加几年，拢去外面参加吼，机会难得，真的机会难得。这拢是迄个领袖级的精英的团队内底领袖吼，所分享的真正是咱收获良多吼。所以咱来把握机会，剩31个，牧师你要搁补充无吼？好，来咱小会报告吼，7月初6第4处的圣礼典要来举行吼，所以咱伫7月初5星期六12点要召开573处的小会，已经报名洗礼兄弟，请咱伫拜6的中昼1点吼，下晡吼到教会501会议室要来问道理。7月到8月，咱的爱餐暂停，因为咱的服侍人力不足吼，所以下水开始，咱的爱餐要暂停吼，咱会进行来做这调整，那么求主来纪念这服侍者的辛劳吼，看要安怎过来做调整。来333的祷告会，7月初2拜3 7点半，伫咱隔壁的新堂吼这个月主题是为宣告祈祷请咱做伙来祈祷来领受上帝这福音吼。社区医疗的咨询吼本主日10点半到11点半，伫咱教会1楼咱的服侍同工真优秀吼尤医师甲陈医师吼，这拢是真好的医生有健康咨询的同工甲志工队团队咱欢迎邀请咱会通到1楼迄个所在来做咨询吼。导游的教学时间是下晡1点，地点伫602教室项目有即个拉米、格格不入、招了个高做伙来办导，这导游比赛伫咱周报内面的第2页，咱听我来看这是咱刺激咱头脑一个真好的即个导游的活动吼。社区的讲座7月初2拜3 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要安怎来孝顺咱家己的日子啦？哈，孝顺咱家己的日子讲师是江儿老师哈，欢迎来参加哈。这毋知有线上我是毋知哈，社区讲座哈。来，下一次。来，咱征求生命教育志工的老师，服侍地点伫大有国中、千溪国中，服侍的时间这是伫咧学期的中间咯吼计。每礼拜隔周21点到4点服侍的内容是生命教育甲才艺课程的舞蹈若是有意爱要参加这个志工，请咱会当甲总干事或者是家生长老来接触。灵修笔记咱要改做迄个笔记本的形式吼所以咱无要搁印伫迄周报的即个内面啦吼若是已经有去登记的吼。咱会通到迄个中岛，咱小咱礼拜煞的时候，会当去来打勾来领取。若是无登记过你会当来签名来领吼。这到1楼迄个所在来领取。来台语圣经的朗读比赛佫有名额 A 组的，这是小班的，佫有6个；中班的 B 组的，佫有1名吼。这个成人大班的吼，已经拢额满，欢迎。大班到国三的学生把握机会，大班至国三幼稚园大班幼稚园幼稚园至国三的学生啦吼。来到尾升级的礼典吼，欢喜礼拜小等要举行，咱恭喜这个囡仔更上一层楼啦吼，也嘛祝福这个学生满有上帝恩典迈入新的阶段。咱具体的消息拄咱有报告过台4区的喜乐小组咱敬听的柯永春兄弟伊伫6月24星期日蒙主文调享年81岁伊伫明仔日吼要伫迄个桃园殡仪馆8点就开始入殓，9点火化然后下晡明仔载下晡1点要伫咱本会2楼礼拜堂来即个所在举行个别礼拜咱愿主圣神安慰灵甲为做主会节，因为查某囝在竞赛全家同在安慰因的心张义珍姐妹毕业音乐会7月初1星期日7点半要伫咧台北国家演奏厅来举行，已经有登记要来坐车的会友，请咱4点半伫教会集合5点准时出发这个暗顿请咱家己来处理。好咱来做来读这个台语圣经咱连续来谈2遍来。伊伫会堂好大开始讲道，
贝吉拉甲阿古拉听到伊的讲道，就带伊去引导。搁较正确，甲伊解说上帝道路。使徒行传18章26节。伊伫会堂好大开始讲道，贝吉拉甲阿古拉听到伊的讲道，就带伊去引导。搁较正确，甲伊解说上帝道路。使徒行传18章26节。请咱做伙来颂扬圣诗389首，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帮助，甲恁尽大家三个伫地，互恁会当出去为主耶稣来做干净，来报好的消息，引带人来悔改信主，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坐。咱用普话声来多谢手中团、秋琴团以的献诗，好也谢谢王一慧师母，好谢谢团员，他们只有练习4次就可以来献诗能够一摆拍普话来多谢因。
好，咱今日礼拜就到这，好，咱要离开的时阵，咱互相请安，好，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